下午好，下午好。英雄很容易哈，我觉得思想很好，很精辟的一个讲解哈。我相信讲朋友啊，听见有感受有心得啦哈。当然，那么非常感谢讲，是在咱有诶当中锲而不舍，引导，效法。那当然，因为今天讲到这啦咱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啦小心得，各位做一个大家做一个分享一日梦里头问人认为诸罗有言有当然一件物件的物件当然这是这是梦里头的问啦这个诸罗较有言啦这个言的定义是要讲啥物件？所以咱有用语讲人生呀语言无呀下面就放一些安照有言那这个梦里头的梦，诸罗以前应该是咧问这个咧问诸罗的这个修持意境应该咧问修持意境，这心理的意境但是因做这个三观千乘之国啦，百乘之家啦，甚至到迄个到迄个台语咧讲的是讲这个树代立于朝，可使宾客连连，不知其人也因为这个三观是是讲，这个你讲的迄个。讲三个，因为孔子比较讲到迄个讲到对心性体，因为这个人比较讲生存的道理应该这个人应该利用者，比如说，依诸罗的讲起来，他的能力他的意境能力，伊的意境，是达到先一款的物件他能够带先知的能力，我讲出先行之功。有人就会讲诸佛这类的这两位个讲起来，咱讲跟咱一般比较讲一个名，讲叫做佛法来讲，差不多是迄个大圣大圣。伊就迄个百圣之家咱以迄个人就是讲这个那个讲一个名称讲，他的能力更落于迄个这个自由的下底，叫做从圣搁落来下底当中呢，伊就是讲，这个这个才语应该就个人以这种的所谓这种能力甲就是这种的迄个算小圣。那伊的三个阶层来讲，伊这个讲的是说他们三种的能力当然伊也讲，你讲我知影是这三个人是安尼。但是你讲这三个人的心意境，我唔知影，我不知伊讲不知其人也。讲到这个心的，伊讲的伊的能力是安尼，但是讲到心的意境，那就我就唔知影。讲心的战术，那就我就唔知影。因为这款的物件，唔是迄个能力，甲咱的心灵的意境就是不一样。能力就是讲我倒来。带动咱想要讲，一个修行人，无代表一个领导者，一个领导者无代表一个修行者。因为这个当然来讲，领导者甲修行者这个当做一个伊这是上界好所以孔子是用这三意境，甲讲因三个人的三个人的能力但是在过来这段当中呢，因为孔子在咧讲那。这个诸位主谓子贡曰因即嘛就是讲什么物件？讲不要为你低心树为你低智这段人甲讲起来，怎么会？颜回能力，颜回是一定达到圣人意境，闻伊得俗，
伊即句话就是直接要讲哪呢？讲迄个人伊本体性迄个战术去啦吼。讲伊讲到即个当中就是讲，那安尼当中呢，因为事啊就是讲主国，为啊就是讲干话。咱当然事啊已经是无干话，已经遐尼较大嘛吼。所以呢，咱就第10，就是讲干话意义，就差不多咱讲空性里面赞叹干话，我嘛会即个比喻干话啦吼，我不语干话啦吼，这是就讲干话意境里面圣灵，当然嘛是圣灵，伊一个离合感叫做意境啦吼。三段头前这三个咧讲伊的能力，但是到这段是毋是咧讲干话伊本身的，即讲到人伊本身人性啊，即个讲人伊极大的意见啦吼，所以伊这段就是应该来讲安尼啦。这是咱佛学的个人体悟啦，伊个循序渐进啦。那到第10排就讲到咧，这段讲叫做反复啦吼，一般点的反复啊吼。伊比喻一种反复，反复就是当然，伊今日迄个当中就是怎样呢？咱讲是讲过袂，无按照安尼行，反正已经就是安尼嘛，反复就是按照程序嘛，无爱按照规矩嘛，这个叫做反复啊吼，所以伊一路来一直咧阐述伊个。一段一段的意境啦吼，这是咱互我的感受讲，当然到迄个时阵，干话讲是讲，那安尼当中呢，这个在于啊吼，这个在于啊，这个伊这个人啊吼，伊过去伊是天机眼，叫信息性，但是即马当中呢，伊讲看到伊的即种的迄个伊的处事的作为啊。我感觉伊天机语言，还有在关系性，我爱在观察伊本身是不是真正是照伊安尼讲安尼做。即句话就是咱阐述一个反复，讲话是颠三倒四的吼，反反复复啦。即句话应该是讲安尼啦吼，所以这是咱我的感受啦。那第11段来讲嘅讲。魔未见刚者啦吼，后对曰：生辰主曰：臣也欲贬得刚。这段就是讲啦，讲我们修持功夫吼，因为咱想说富贵不能言，宾天不能移，威武不能分，那是大丈夫啦吼。这个就讲咱今日因为。伊这段话就是讲，这个我们修行，一定要有咱就讲咱这个新光师讲讲的，我们的修行过程之中不是一个要刚柔并进，那就是讲我们在修行这颗心要怎么去。被按照达到那一种的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在佛法里面见与不见，就能够见法界；为了问就能够闻法界。虽然你贫贱、你威武、你富贵人类当中，你受到这环境的应用，那真正讲是一个讲啊那最后这段话啊，12段这段话啊是咱我个人的看法啦当然这是主讲约伊是要是伊做的那个我也袂去要求别人安怎，别人嘛唔通来要求我安怎，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这段话啊，肯定干会是一个，这种是一个原因啦。讲出来讲，规你的境界可达到，要达到未有富我不能移，民间不能移，未有不能屈啊。那因为这主动讲这个话，当然是唔讲。讲出来你甲主播讲事啊，当然这个工作应该来甲讲起来，是会做得出来。若你主动来讲起来，
应该你还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的意境哈。哦，这是你当然到尾这段话，主讲咱讲啦吼，无主之分种可定义了，无主之言行以天公可定义分了。这段话是不是咧这段话是不是咧截取前面的那几句话而来啊？我就讲，无主啊，哦，之分种可定义分了。咱要听着孔老夫子伊的文章，大学作用吼，伊的文章可定义分了，会当得会当好咧，吼，可以为啦。夫子是言性，孔老夫子啊，哦，讲到着迄个心性，哦，咱讲人心呀，这个心情以天德，这款物件非常的玄妙的东西，唔是咱今日大家而且用理论上能够把它理论出来的。哦，这是主讲，因为伊到这个时阵来听着孔子就来，甚至大家遐问来问去，就参着讲，哦，当年须菩提含的时阵啊，孔老夫含迄个佛陀因对话的时阵，讲出来一个结论了后，当然边仔一寡人听着感受着迄个较实，哦，真正信理不可言，哦，信理不可说。会当讲的也非道，哦，会当讲的拢毋是道，啊，所以呢，伊到这个时阵，这些截取的，这些结语的时候，有主咧讲的，到了真正，迄个最对意境迄个物件，毋是用文言来代表的，毋是哦，这个毋是用语言来代表，这是一个。当然啦，伊这是咱河汉吼，这是或许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啦吼，所以呢，这是和咱各位大家做一个分享啦吼，当然那个有人神讲说吼，有精辟的分析吼，分析到非常的清楚啦吼，而且非常的深厚吼，人情感说起来分享吼，可能这里高德啦吼，而且代表一些吼，感谢好，谢谢好。这节是时间前到公，公到公。一般向西洋五行三所以前到公，在公，三公。这节是时间公，这节是时间公，公到公，在公，三公。这节是时间公，这节是时间公。一起之下，前到公，在公，三公，十架前是公，后架前是公，公到公，在公，三公，十架前是公，后架前是公。差不多。